中华的李春园是目前国内记录到上早成立的八卦乐团，嘛是中华南药宫老大妈的价钱客馆，所有大妈馆的称呼。今年是老大妈会成立210年，李春园特别邀请老大妈登来做客，办献祈福，感谢老大妈的保庇。福禄寿3仙代表福气、财富、长寿，还有跳家关、精彩的办仙戏。今年是中华南药宫老大妈会成立210周年，老大妈的价钱乐队李春元特别请老大妈登来做客，办仙祈福。迄阵妈祖经还未完成的时阵吼，妈祖婆就拢来寄哩李春元，所以李春元的时阵，人嘛另外讲有一个称号，讲是咱是。大妈馆，李春元甲这个老大妈有真深的一面。李春元是目前国内记录到上早成立的八卦乐团，所以地方也流传一句话：有中华城，就有李春元。早前捌伫校歌校热时阵举办演习课程，吸引袂少少年辈来学八卦，尤其学办仙戏，更加是无简单。阮八卦像老师拢咧讲一句话啦，讲吼来学八卦无做戏会衰，吼，就是鼓励阮着爱来上病做戏，因为做主题戏是阮这学八卦一个上大一个目标。音乐较简单，嘿，因为我是就是即马职业的乐师，对，所以就是骹步手路对我就困难的。李春元表示，过去民众做客馆学传统戏曲，一来是休闲活动，二来是为着庙会节庆。有200多年历史的李春元客馆，2021年底开始进行整修工程，目前搁咧争取彩绘修复，期待完工了后继续培育八卦主题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